係 Agent 15。今次個關西篇呢，係會講我4月頭5日嘅日本遊噶，主打位於滋賀縣嘅琵琶湖，圍住成個湖嘅自駕遊玩咗3日。另外仲有快閃京都同埋大阪，所以喺行程方面呢係超級豐富噶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去攞車先，因為冇車咁玩琵琶湖呢，唔係唔得，但係就真係好唔方便啦。今次喺天王寺 Nisa Rent a Car 嗰度租咗4日車，價錢就係53,000 yen 到啦，大概就係2600蚊嘅港幣，價錢就都 OK 啦。本身我係租 Kicks 呢架車嘅，但 Nisa 咧幫我免費升級變咗 X Trail， 揸落同坐落咧都好舒服。租車就記住喺租車公司嗰度咧揀埋呢個全保同埋 ETC 卡。咁4月頭喺關西近郊自駕遊有咩好處呢？就係揸下車都會睇到櫻花。基本上你唔喺高速上面嘅話呢，每10分鐘點都會見到櫻花樹嘅。一有櫻花個畫面咧就變得好靚噶啦。不過睇景同時謹記安全駕駛啊！除咗租車，仲有錢、ETC 錢同埋泊車錢啊！車就大概踩咗500 km 左右，有錢就去到呢個5000 yen 嘅啫。ETC 都用咗5800 yen 到，大概係300蚊港紙。泊車就得京都要俾錢啫。基本上圍住琵琶湖咁玩，都唔係好使俾泊車錢嘅，只係俾過1次咁大把啫。京都泊車就有啲難搞啦，先唔好講貴唔貴啊！我嗰日朝早去哲學之道上映，基本上係成條街嘅停車場都係顯示一個字滿。所以你京都揸得車嘅話呢，就要預咗俾多啲錢泊車，同埋時間揾停車場就得噶啦。自駕遊嘅資料講到呢度先，而家直踩去一個世外桃源嘅地方，食蛋糕同埋飲杯啡先。就喺呢度啦 Nakonina 成個旗艦園區呢係超級靚噶。所有建築同埋設施同大自然可以話係融為一體，渾然天成啊！所以你一去到呢，自然就會有種好放鬆嘅感覺。奇怪在點解會有個咁嘅地方嘅呢？原來係由一間遠近馳名嘅老牌果子店 Taneya 創建而成噶，始於1872年，都幾耐噶。不過思想就唔守舊啊！當時第4代社長山本昌人倡議向自然學習，就咁。Nakonina 就誕生咗啦，而呢一個名呢，其實係由當時嘅意大利建築師取名而成噶。意大利文解作山丘，望住呢個景，大家都知點解啦嗬。帶大家食呢度最出名嘅年輪蛋糕先。行到最入揾呢個圓形嘅建築物，上1樓就係餐廳，用自助機買嘅，攞張飛去拎嘢食。我哋喺度叫咗1件蛋糕加凍咖啡。年輪蛋糕賣相就好簡單。淨係側根咧配咗1坨牛油嘅啫，不過仔細啲睇咧，最外皮咧係會有一層好薄嘅糖衣嘅，食落就比平時有分別，口感係比較鬆軟，蛋香味十足，加上外層呢個衣咧賦予咗3分甜啊，加埋奶油食落就更加順口。790 yen 價錢就唔係話好平，不過咧嚟到咧真係要試試佢。咖啡就可免則免啦，因為太濃太苦啦。可能特登用嚟送呢個糕點食，所以要濃啲苦啲。咖啡唯一亮點呢，竟然係呢個 Thermos 嘅不鏽鋼杯啊！除咗食，仲有就係可以參觀年輪蛋糕嘅製作過程添，由蛋漿到包裝，就連點樣塗上呢個糖衣呢，都可以窺探。呢一度嘅建築特色咧，都融入咗年輪蛋糕喎，就係收銀上面呢啲裝飾物啊，其實係年輪蛋糕嗰碌棍嚟噶。同埋頭先都講咗啦，成個建築都係圓形噶，加上木製嘅家私，同年輪蛋糕咧可以話係互相輝映噶。食完中意嘅話，當然就有手信俾你買啦。除咗年輪蛋糕，另外一樣嘢出名嘅就係蜂蜜蛋糕，又名長期蛋糕啊。顧名思義，因為蜂蜜蛋糕咧係起源於長崎噶，不過當日數量限定嘅 set 咧已經賣晒啦。分別其實就係多咗個蜂蜜同埋奶油嘅啫，咁啊冇辦法啦，唯有淨係試個紅豆 set 啦，就係咁啦。蛋糕、紅豆蓉加杯熱咖啡，咖啡呢度都冇乜好講啊，同頭先個杯係一模一樣噶，除咗溫度。呢個蛋糕出色噶，
上台嗰陣時咧，仲係暖暖地，所以蛋香味咧比頭先嗰個年輪蛋糕咧係更加出㗎，同埋食落咧係會有啲空氣感㗎。加上最面嗰塊皮咧係脆脆地口㗎，食落感覺到糖、雞蛋同麵粉嘅份量咧控制得宜。當然，即場焗製、新鮮滾熱辣都係不可或缺嘅一環啦。冇錯啊，呢度都可以睇到佢哋嘅蜂蜜蛋糕係即焗即出㗎。紅豆蓉就正常地好食，覺得淨食蛋糕齋嘅話咧，加埋食就啱啱好啦。不過其實淨食咧都好食㗎，就係咁樣。食下蛋糕，望下個景，咁就半個鐘啦。另外呢度嘅第三寶就係銅鑼燒，又係另一款嘅經典日本和果子。由於飲咗太多咖啡啦，今次淨係叫一件銅鑼燒試試啦。內置奶油同埋紅豆蓉，最好味係呢一個喎，竟然裡面個醬同埋個銅鑼燒呢係好配㗎，加上你望得到銅鑼燒個餅呢又係整到好鬆軟。所以好難怪 La Collina 喺知海縣呢一帶咧咁有名氣啊！本地人嚟知海縣玩咧，就一定會嚟呢度噶。畢竟靚景加高質嘅和果子，環境夠 chill，空氣好，過嚟玩啦！至少留2個鐘度啦，再耐啲都唔會覺得悶。4月係櫻花季節，相信大家都知啦。不過喺近江八幡呢個鄉郊小城市，又可以喺邊度賞櫻呢？八幡佛係一條古老嘅運河嚟㗎，1585年建造而成，連接住琵琶湖4公里長。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咧，都只係一小段嚟嘅啫。見到呢個牌坊入去就啱㗎啦。揸車過嚟咧都容易有位嘅，點都會有2-3個，同埋都係有入有出㗎。你可以喺橋上面影相，亦都可以喺橋下邊河邊揾另一個角度影都得。另外加埋隻船仔喺河上面，成個構圖就 perfect 咋。冇錯，你可以坐運船咧遊呢個八幡佛噶。雖然我話冇錯啊，不過都幫大家揾咗，大概就係75蚊港幣到啦。我就喺度簡簡單單賞櫻賞河，望住呢個滿滿江戶風嘅美景，頓時間所有煩惱都減半。嚟到近江八幡玩嘅觀眾，過嚟停留一下，包你影到靚相。第一晚嘅住宿當然就係住喺琵琶湖旁邊啦，亦要可以望到成個湖嘅湖景。琵琶湖萬豪酒店，只能夠講櫻花期去日本玩，有一部分錢呢係會去咗住宿嗰度噶。本身就 book 咗呢個 King Bed 房型望湖景，但去到酒店呢話可以幫我哋免費 upgrade 到呢個私人溫泉房，不過就變咗 Twin Bed， 即係雙人床都 OK 啦。我哋望望間房先啦。入去左手邊就係掛衫拖鞋啊、燙衫板嘅，右邊就係洗手間加連身鏡。洗手間可以話係一眼睇晒噶啦，乾濕分離，要有嘅備品都有。包裝式嘅漱口水呢就真係少見啦。企缸同埋私人溫泉呢就喺同一個位，方便嘅呢度。呢度嘅溫泉呢係真溫泉嚟噶，唔係熱水嚟噶吓。睇風呂側邊嘅歷史痕跡呢就可以知噶啦。而呢度嘅溫泉水呢係美岐溫泉，係琵琶湖嘅天然溫泉嚟噶。而特別在呢，淨係呢間酒店先有嘅啫。所以住得呢間酒店呢，就一定要浸下。酒店都有大浴場噶，但我就冇去啦。房間係幾大噶，放行李完全冇問題。窗邊有張圓台同埋一張梳化床，可以曬住太陽頭啊。2張床嘅舒適度都幾好。另外電視就係 Smart TV 嚟噶，有得睇 Netflix。電視機旁邊都有足夠嘅位去擺嘢。唔記得帶叉電線呢都唔使愁喎，床邊有一條。景觀就當然開揚啦，望住個湖景，全日本最大嘅湖，果然唔係浪得虛名啊！呢間酒店房間呢唔算好有特色，不過勝在呢夠乾淨、夠企理、夠大。最特別就係佢獨有嘅美岐溫泉啦。琵琶湖萬豪酒店唔差，但未到必住嘅。遲啲就介紹一間必住嘅俾大家。必住嘅遲啲有，今集仲有一間必食嘅餐廳未介紹，就係呢一間 Fukunaga。依間勁啦，主打食近江牛，喺塔比落呢有成4.29分㗎。
2026年塔貝洛銅獎餐廳主廚福永咧曾經做過法餐廚師㗎，所以呢一道嘅出品咧係一種法式嘅感覺。我哋就經一優 book 嘅，一共就有3個餐可以揀，一個係7道，一個係8道，而另一個咧就係8道菜嘅升級食材。咁我哋就揀咗中間嗰個啊，一位就係16,000 yen，入邊店面唔大㗎，吧台就有6個位，入邊仲有獨立嘅房間，坐低就揀翻杯嘢飲先。而呢度啲嘢飲咧都有心思嘅喎，例如佢個 Ginger Ale 咧係自家製㗎，見到佢拎個樽出嚟嗰下咧就 feel 到真係自家製㗎啦。平時嗰啲咧係假嘅薑味啦，但佢呢一個咧係真係飲到新鮮嘅薑，好 fresh 又唔甜喎，帶點丁香味同埋小豆蔻，個 base 咧係有啲似印度嘅香料茶咁樣㗎，好特別。另一杯咧就叫 Ruby Red， 都係自家製㗎。有氣嘅洛神花茶加蘋果嘅飲品，我又覺得如果呢個 sparkling 再多啲咧就會比較好啦。對比 Ginger Ale 嘅話，呢個就有啲失色啦。第一道係粥，配上肉味噌，呢個肉味噌咧仲要有人參喺裏邊嘅喎，加上用米糠煮成嘅清湯再煮粥，食落夠清有米香，暖胃嘅呢個。第一道已經感受到主廚用藥膳配搭食物，有種固本培元嘅感覺。By the way， 呢道菜嘅器皿咧好靚嘅。下一道係前菜盛合，一嚟咧就好吸睛噶啦。每塊近江牛都用咗唔同嘅整法，有橡樹煙燻、隻燒、灼完之後再冷凍，配上梅子醬嘅都有。柿皮高湯茶碗蒸，裏邊有片煮到啱啱好嘅近江牛同埋杞子，仲有牛肝同唔同嘅植物。中間間場咧食翻嚿梅啫喱清下個口先，再食最重油花嘅隻燒牛，配以日式同埋中式自家嘅草本油，牛味濃到冇得輸啊！而喺吧台坐咧有個優點就係可以睇住主廚出菜啊！下一道係 Sukiyaki， 同平時嗰啲咧有啲唔同喎，佢個蛋汁咧就唔係就咁一隻生雞蛋，而係香草蛋黃荷蘭醬。老實講啊，呢個賣相咧並不討好噶，但係我係食到滴汁不漏噶，主要係因為加咗荷蘭醬之後，為平時甜鹹嘅壽喜燒牛增添咗微微嘅酸味，加上香草帶點清新感。雖然就唔係話有咩味蕾嘅衝擊感啊，但真係未食過咁令人開胃嘅壽喜燒。臨尾個職員問我最中意邊道菜呢？就喺呢度啦。下一道係炸物，牛肉碎包喺吉列豬裏邊，配上炸韭菜。雖然吉列咗啊，但係就咁望落去個表面呢，都見到係幾 juicy 噶。職員就話牛肉好新鮮，所以生食都 OK 嘅。不過呢一道菜呢，就冇乜記憶點啦。下一個係湯嚟噶，湯底有牛骨、當歸同埋豆漿，望落去咧好似好流咁啊！但佢食落咧係有啲藥膳味噶，主要係因為面頭呢一個藥膳嘅麻辣油，有椒麻味得嚟，又飲到好清嘅牛湯味道，埋尾仲會感覺到咖啡爾青檸嘅小清新，會令人聯想起冬陰功噶。因為呢一個青檸咧，除咗有青檸嘅清香，仲係會有香料味，有層次得嚟，有驚喜。店員仲同我講，當歸咧係佢哋自家農場種植噶，真正做到 farm to table。講起農場，下一道就係沙律菜咯，面頭脆脆，仲溝咗艾草同埋抹茶。當然佢啲菜都係自家農場噶啦，好新鮮，好靚仔。跟住就係近江牛漢堡，個樣好似平平無奇啊，但食落裏邊咧係爆汁噶，因為係用新鮮牛啦，中間咧就唔會煮到熟晒噶。成個漢堡都 keep 到佢肉嘅香味同埋肉質，咁你會問，咁啲肉汁咪好嘥？喺呢一刻，主廚就會拎啱啱煮好嘅飯出嚟，俾你撈埋啲汁食，真係諗過度過啊！咁樣食粒粒分明嘅珍珠米，冇得唔好食啦啩？之後就到主菜啦，近江和牛扒，主廚仲會拎喺你面前俾你影下相添㗎，可以見到主廚即席調味同埋煎牛扒。Side dish 咧就係炸薯蓉同埋一條西蘭花，仲有一碟蠶豆喺隔離。牛扒煎得好唔好就好睇廚師嘅功力啦。呢一個 medium rare 啱啱好，鎖得住肉汁，冇血水，就咁食已經覺得好正啦。隔離係一碟醬油醋同埋艾草鹽。另一個主菜咧係會跟一碗飯俾你嘅喎。
就係以一個牛肉坍撻配咗啲 pickle， 個牛肉坍撻咧都唔 hea 噶，切到好細粒，隔離咧啲 pickle 都整得好好味，有蘿蔔、高麗菜、韭菜，配飯一流啊！仲有嗰碗藥膳辣椒油俾你撈飯嚟食，真係翻唔到轉頭啊！我哋最後都買咗啱翻屋企，佢就唔會話好辣㗎，但係好香麻味。翻到屋企撈咩都好味，我屋企煎雞翼都滴幾滴落去。食完主菜之後就剩翻甜品啦，甜品就簡簡單單一個橙汁法式 crisps， 上面嗰個呢係五香粉雪糕嚟㗎，第一次食係幾特別㗎。不過雪糕嘅份量呢可以多翻啲啊！埋尾叫咗杯熱嘅藥膳茶，暖暖個胃，易啲消化。食完成餐飯，富庫拉嘎呢一間呢可以話係必嚟噶。每一道菜呢，其實我都冇乜好大嘅挑剔，甚至係啲配料啊同埋啲嘢飲呢都做得好好。平時喺日本食和牛都離不開燒肉 sukiyaki、沙煲沙煲、鐵板燒。但喺呢度呢，可以話用晒唔同嘅方法去演繹詮釋呢個近江牛噶。每一道菜都有唔同嘅驚喜，唔會話食一兩嚿就覺得好漏。每人就要850蚊港幣左右，但係食到塔貝羅咁高分嘅餐廳，絕對值得。用富庫拉嘎作為日本 trip 第一個嘅晚餐，夫復何求呢？順帶一提啊，呢度出邊呢係有餐廳泊車位噶，但唔係好多吓，好似得2-3個噶咋。咁自駕遊嘅朋友可以留意下啦。今集介紹就差唔多啦，下一集我會帶大家到現根城，勁靚。中意我啲片嘅話，不妨 subscribe 我，同埋 CLS 一波啊！你少少嘅支持係我大大嘅推動力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